消息方面，扩大秋冬旅游补助方案到今年年底，为着要抢上尾1批的商机，台中市饭店餐厅也有伴手礼业者的大团结，整合着各产业资源，推出着一连串跨界优惠活动，要吸引更加侪国内外观光客。伫年底这个时阵，来台中泡温泉赏花，来食饼啉茶，做伙来感受着台中地区好食好耍的所在。 台中的美景安怎算都算袂了，尤其是伫即个秋冬的季节，景色是真特别。台中国际观光发展协会串联50多间相关的产业，将特色结合做卖点，对饭店高工的料理，到逢甲夜市啊、总铺西小食，佮有台中有名的糕仔饼、茶、酒，佮再配上景点佮饭店，大台中好食好买好佚佗，要互你一解享受，佮毋免开大钱。 我们这次的快闪呢是周一、周日入住只要2020，再搭上我们的秋冬补助，扣掉1000只要1020。协会大团结真有气势，将大台中产业的资源一摆就整合到底，佮用艺术的棒来做吉祥物就好，看到花佮女形箱仔的造型，将台中观光的特色拢展出来。美食料理佮特色的饭店是为着要请游客来台中佚佗，欣赏在地人文、流行佮自然生态。 只享受这个政府的奖励计划之外，我们也能够提供最好的优惠跟服务，提供给大家。希望大家到台中来。真澎湃，重量级的活动一直到12月20号，来台中，互你体会上会好的食、大、买、甲佚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